皇上驾到！你让皇上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哎，皇上他人呢？啊，皇上吩咐了，见物如见人。你这个人好坏好坏的，害得我以为皇上来了，白让我打扮了这么许久。说来也奇怪，您刚才还那样，从里边一出来就像换了一个人。这是一个女人必须具备的生存技能。哦，那您签收快递吧。你给我打开。皇上待我可真好，居然送我佛手柑这么贵重的水果。这送人水果哪有掰成两半的？要么就是这人太不讲究了，要么就是像坊间流传的那样，是分手的意思。分手？要不然皇上至于连一个整水果都不趁吗？这位娘娘，我还有下一单呢，您还是快签收了吧。他要和我分手，这一定是弄错了，我不签。哎，您别不签呢，早知道我就不告诉您真相了。我听说前些日子快递不是出了差错吗？您这个是 VIP 专用物流通道，不在那次送错的范围内。我不管，你把这什么破佛手柑给我送回去。这奴才办不到啊！你不是飞毛腿快递吗？我是飞毛腿没错，可是我们那边不让接私活。什么飞毛腿快递，什么乐视商城，都是一伙的。你们和张鹏鹏合起伙来骗我，皇上一定是被他迷了心窍，这一定是弄错了。这，你还是自己还回去吧。张鹏鹏，又是你！收拾的怎么样了？给太皇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你们两个是他们最信任的人，而哀家又是他们的长辈，他们努力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，咱们可得帮他们一把。嘿，太皇太后，您对我们家皇后娘娘可真好。记住啊，一定要温馨、浪漫、甜蜜。把蜡烛都点上，把花也都插起来吧。我来。太皇太后，您怎么知道我们家皇后娘娘会喜欢这些啊？哀家可不知道，不过哀家知道成祖当年对哀家用了这招，哀家很是受用。那希望我们家皇后娘娘也能喜欢。你们快把这儿收拾好哦，哀家还要去看看衣服准备的怎么样了。这太皇太后又使什么幺蛾子？我脱了啊！哎，不说话我可脱了啊！哎，你们啊，皇祖母，鹏鹏，他们都伺候你把衣服换好了吗？那你裹着个破袍子干嘛呢？快脱了。你确定要看？哀家终于明白了，当年成祖是如何被哀家倾倒的。哎，皇祖母，您确定这衣服是您亲手设计的？当然了，要不皇祖母怎么会让你来当模特呢？鹏鹏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最近对这个服装设计呀特别感兴趣。我还让人家从西洋给我请来了个裁缝，裁缝叫什么来着？叫维多利。维多利？不，哎，你干嘛呢？没什么。哎，
皇祖母，我想起来了，您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叫 Victoria？ 对，就是这名字。哎，怎么说来着 ？Victoria。魏托伊呀，对。鹏鹏，这男人呐，都是犟驴子，一定要顺着毛捋，跟男人较劲儿，最后吃亏的可是我们女人。哎，皇祖母，咱刚刚聊那个 Victoria 聊得正高兴呢，怎么又说起这个话题了？那是因为呀，皇祖母有样东西要给你。啊，跟我来。鹏鹏，自从你跟哀家说皇帝在服用此药，哀家就让人糟了大量这个碎碎念，我还是先撤吧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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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皇帝虽然年轻，可是政务繁身，压力也是极大的，难免呀。总之，你跟他说呀，要多少皇祖母这儿有多少。哎，鹏鹏，鹏鹏，哎，人呢？禀报太皇太后，我看见皇后娘娘捂着肚子跑出去了，好像身体不适。算了，把这个给她送到宫里去吧。是，太皇太后。等一下，你一定要嘱咐皇后娘娘，让她告诉皇上，要提前半个时辰服用。明白了，太皇太后。